过观察，我们看到每一个分数线上下的两个数字均为连续的正整数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对于这个方程左右两边同时减去2。对于每一个小括号内的部分，我来做一个通分或者合并计算。发现等号左边有2项，等号右面也有2项，我把它统一都放在等号的左边。可以看到这4部分的分子均为1减 x， 因此我先提取出来1减 x 进行因式分解。而我们知道2024加上2025减去2026减去2027它一定不为0。那这样的话1减 x 乘以这个不为0的数要想为0，只有可能是1减 x等于0减而 x等于1。